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拢知讲地板若是用久，有时阵就会规个翘起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翘好枵翘第四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翘就是表面的皮剥壳，咱讲是翘皮。另外，卖单讲是油擦翘起，也佫有翘壳，就是入壳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翘翘，这个意思就是讲表面的皮规个入起来，像讲地板翘翘，也佫有壁纸翘翘。第二个词读做翘摊，翘摊唔是摊，翘摊的意思是讲茶帮或者是纸帮，因为湿或者是伤过打扫，变成规个翘起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单位啊会漏水，搭入壁的壁纸久啊，就会翘摊，翘翘无好看，就要赶紧请人来处理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